多谢蔡真说来，同款嘛是车祸伫高雄市，这是死亡的车祸。一个负责人伫四黄顶路口过斑马线的时，连续好2台车撞到了，佫交过船的往生。代志发生伫17暗时，凤山区的新富路，2个驾驶比较过是致死来移送。这个路口伫一间国小的头前，附近的乡亲讲，这个路口就敢若上下课的时，四黄灯才会变做一般的青红灯，暗时较暗，其实真有发生意外。交通局知影了，随改进。驾驶一路直行，经过4黄灯的路口，弄到一个过车路到一半的护林人。护林人当场互弄去隔壁车道，所落来搁互经过另外一架车当场交过。护林人倒伫涂骹袂顶袂动，民众看到就随来拍伫涂骹，确认护林人的状况。17号暗时8点外，54岁酷姓护林人伫咧高雄新富路顶4黄灯的路口要过车路，互35岁林姓男驾驶弄着，无偌久，搁互蒋姓男驾驶开车交着，驾驶就随甲车停点路边，救护车接到消息随来救援，不过护林人也是伫咧暗时10点外救无我，宣告死亡。研判为第一辆车行经行人穿越线未减速，而第2辆车为未注意车前状况。2个驾驶分别由过实地时做上班，若事故的路口，伫咧新甲国小的头前，上下课的时间人车拢多，嘛敢若这段时间标示会转做一般的青红灯，其他的时间拢是4黄灯。只有在小朋友上下课才会有启动那个红绿灯。对啊，因为这边真的是车祸还蛮多的，尤其是接送小朋友，其实有时候看灯我都蛮害怕。闪黄灯哦，为了较无注意，车速很快。这边晚上的光线不太好。毋是上下班的时间，若有需要过车路，虽然有手动的青红灯，不过青灯的时间无长，就要赶紧通过。附近的居民嘛讲，暗时路口会看袂清，较易发生危险。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协助改善，避免意外再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